的窗口评弹之音的朋友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名家名片来上色，每逢追么西三逢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在评弹界啊，以往都是演唱者自行设计唱腔，然后呢，根据故事的情节、人物的发展来进行演唱。但是呢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特别是最近20多年以来，在我们评弹界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评弹作曲和唱腔设计者。对，各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再多，因为有三讲的难度，你既拓宽了评弹演唱的范围，也增加了评弹艺术的音乐化。没错。那么，熟悉评弹的观众呢，大家侪晓得，那你首吹评弹学堂属于这样两位专业的人才。一位呢，就是首吹海风光的作曲陈勇老师，那么让你电视书上的专辑啊曾经介绍过。另外一位呢，就是潘一林老师。大家首喜爱的这个歌手书上，就是李守设计的。没错。那么在今天的第28期名家名片当中，我们就特别邀请了苏州评弹学校的副校长潘一林老师来做客，欢迎您，潘校长。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歌手书上，我晓得是由朱永仁作词，等于潘一林老师作曲上3年演唱的。请潘一林老师谈一谈歌手书上的那创作的背景啊。我带入朱永仁老师。这个一直开篇的辰光呢，心里想非常激动。我从小呢，就是生长了让这个歌手书上边浪向，所以可见这个场子呢，我小辰光歌手书上所尽量的接历历在目。拿雨的啊，这个旗的啊，这个雷炮呢来设计的呢，我是比较专业。这辰光呢，就是专门是这个认真的根师。我书上边浪向呢，这个手。后里向手啊来往往非常难拿的，野马西瓜哎，他来。那么这只开篇呢，里头呢是唱一个马虎姑娘，啊，市场里向追出来。那么那个唱的呢，原来也是个野马栀子花、白莲花。我觉着上呢是比较这个老少态，那么就另外改写一改，就说起来就是讲从哎呀马虎哎开始。马虎马虎谢谢。其实这也是你源于生活当中的一种积累哈，你借鉴了卖花姑娘的叫卖声，进入这个音乐开始了，真的是非常有意境哈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朱英权作词、潘一林老师作曲、由盛小云演唱的《姑苏水巷》。马
刚才我们就欣赏了潘一林老师作曲的《姑苏水巷》真的是非常的美。在这个开篇当中注入音乐的形式，对刚刚接触评弹的年轻观众来说，我觉得是感觉蛮有时代感的哈。那么对于老观众来说，我觉得在从这个作品当中也能够找到传统评弹的一种艺术养料。对。那么你评弹艺人呢，作为一个横级轻级兵啊，一个种叫熟悉的团队跨，所以非常适合有些配合你当了终身收入任务。曾经举办过一个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型评弹演唱会，那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大型的演唱叫《峥嵘岁月》啊，也是潘一林老师作曲的哈，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个节目呢是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晚会里向一场，因为呢是一只3组唱，所以一般以上抗战题材呢我气势也出来，说明我们呢就是开始是一个军乐声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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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或者让这个3流唱一段里向呢，就几个法不离放不离哦。我自家多缺辰光呢，我觉着自家眼睛适合了那档事情。但后头一段呢，我觉着你呀，要起来这个抗击，那共中国共产党领导做抗击，那么这个军乐声音再重点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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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那么几个各种唱就是你开朗，随便他们就控制的这个节气这个成果，我这个气势呢，就是很好的表现出来。好，我们请大家欣赏由该部分张丽华领唱首吹评弹队伴唱的《峥嵘岁月》。水上。
的血怒上人几时高？血怒上人几时高？心被刺啊，被血洗成尘，被心不心肠，把你拿出回家吧，回家。其实生产平台那个实为了呢是有两头厂，一头是杨树英改上位，一头是铁骑。那么这道理搿两头是传统的厂腔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也是配合了是设计的厂腔。应该讲有些著名的啦，粤海粤里头自家才会的设计厂腔。铁匠呢是12军厂之一。大陆讲80年代中期，那么才回来呢是呢青岛帮着进行设计。那么当时呢，我在学堂里向呢，刚开始的话。到王玉香来时啊，让他改一位师，实际上我自家也有好的机会。我是也别的还切教什么一个开口，自家娘死头各位未来努力，最出口的教父。所以我这个王玉香的比较跨国策略当中呢，我就插着字，一路南北。当文化这个80年代龙之后呢，唱到王玉香来是听上去，可能非常有意思，那么非常欣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潘一丽老师作曲、赵慧楠老师演唱的《乔姐》。
那现在潘老师是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，我们苏州皮南学校的副校长，也是高级讲师哈，对的可以说是众望所归。潘老师如出已经在放个点节目做了，你个作品是可以讲不得了，与搿个应用谱、欧子戏。三女戏，有两只节目侪是我主唱的，为佛院的这个福建整个中国两千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，为古代三只衣冠香美来作曲，江南三爷妹，江南三爷妹么是搿叫那天唱北山会来唱是吧？为江南旗袍等等。我记得卫语一只节目，是辣辣搿个卫生系统全国唯一的。搿只节目叫《六位农家添春光》，搿只节目来还搭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创作。搿只节目呢是去年创作的，那么应该是以苏州搿个医疗卫生事业的，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。因为苏州的农村合作医疗呢，让苏州县省也是全国是领先的，也颁予承办，所以当中是颁一个母女两个什么辰光呢？用之理念。那演唱者是哪一位演唱的？演唱的是周来虚云线，戴云。好的。这个三个名字非常优秀的，唱得非常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潘越云老师作曲的《乐为农家添春光》。
师作曲的4首评弹新节目。那我想大家都会跟我有同感哈，听起来是那么的悦耳、动听，而且有激情。对，我相信啊，观众朋友一定想再听一听，我发生娱乐的。这刚刚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，还是由佩内拉斯作曲的叫《部门营》，去年还得了尼江市上的最佳曲艺最佳奖，叫芦花奖。这个阿请佩拉斯来谈一谈这个创作的感想吧。搿只作品呢，应该讲是表现我们所最繁华、所最历史的一只题材。那么，如果说我让他创作辰光，到前头能够多少市场来动者呢，那么最发下子，真能够另辟蹊径。那样子，搿个我搿个气势，因为搿个部门啊，搿个部门建设搿构架，应该搿个叫搬那个一只塔，是那个三宝塔，那么还有搿个叫城门啊，那个气势比较开阔，比较大。当初呢，辣原代前代基础上向呢，当初呢主要是改革搿个升级呢，所以那么3部队4、3拍子帮来，4、3拍子是对应搿个上海一种题材。那么它搿个跟说市场相比呢，也是另外一种魅力因子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朱英奇老师作词、潘一林老师作曲，由盛小云演唱的《盘门行》。有理。
当中，我们可以说是一饱耳福和眼福哈，欣赏了潘一林老师作曲的5首评弹的新节目哈，真的是丰富多彩，也体现了潘老师作曲的多样性。对。那么我希望呢，能够更多的欣赏到潘老师的作品。那么我本人呢，他是有机会啊，希望能够再次演唱潘老师的作品。我相信观众朋友还有这样一个心愿吧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再次感谢潘老师来做客，谢谢，谢谢你为评弹音乐所做的贡献。谢谢观众。那观众朋友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的。下周的名家名片，我们将播出的是龚华生专辑啊。下周我们再见，观众朋友再会。